现代台语版圣经加勒泰书第3章。恁这个戆加勒泰人啊，啥人甲恁迷惑？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事，敢毋是真清楚显示伫恁目睭前？有一项代志，我甲恁请教：恁领受圣神是对守律法，还是对信所听到的福音？恁哪遐尼戆？恁既然对靠圣神开始，现在要靠家己的气力来完成是无？恁有遐济受苦的经验，兼拢无路用，一定有接到上帝赐恁圣神，搁伫恁中间行神业，是因为恁守律法，还是因为恁信所听到的福音？圣经安尼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作义。所以恁着知，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圣经事先就知，上帝为互外邦人对信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互亚伯拉罕，讲地上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。安尼一切信的人嘛会甲有信的亚伯拉罕做伙受祝福。遐个靠守律法的人，拢活伫咒诅的下面，因为圣经讲，无遵守记载伫律法的册念所有规定的人，拢着受上帝咒诅。安尼，无人会当靠守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因为圣经有讲，义的人会对信来活。毋过，律法毋是用信做根据。圣经讲，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。基督已经为着咱受咒诅，来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圣经记载讲，所有吊伫叉顶的人，拢着受咒诅。基督安尼做，是要将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互外邦人，嘛要互咱对信来领受上帝所应允的圣神。兄弟姊妹，我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代志做例来说明，人所立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袂用得加添也是废除。上帝有对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应允，圣经并毋是讲子子孙孙指真侪人，是讲你的子孙指一个就是基督。我的意思是安尼，上帝有甲亚伯拉罕立约，佮答应要守约，430年后才出现的律法，袂当废除这个约互上帝的应允失效。因为承接上帝赐的产业，若是根据律法，就无搁靠应允。毋过上帝是照伊的应允施恩互亚伯拉罕。安尼律法有啥路用？律法是为着要互人知什么是罪过，通过天使对一个中间人来制定的。功效到所应允迄位子孙来临的时就结束。毋过，单方一边做的代志就无需要中间人。上帝是单方一个做这项代志。安尼，律法甲上帝应允有啥抵触无？绝对无，因为律法颁布的目的，若是要互人得到活命。人就会当靠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毋过圣经断定，全世界拢伫罪恶管辖的下面，通互上帝将应允通过信耶稣基督赐互信的人。毋过信的时代来临以前，咱互律法管制，受监视，直到特别来信的时代显现的时，安尼
伫基督来临以前，律法做咱的监护人，通互咱对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现在神的时代已经来临，律法就无搁做咱的监护人。恁大家对神甲基督耶稣结连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恁所有领受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，已经穿基督有伊的活命。安尼无分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的，查甫人也是查某人，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拢成做一体。恁既然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。